大家晚安。理论晚安。好久不见了哈。这个首先刚过时阵的吼，咱老母公司，咱过去也一番改革吼，考虑是我落来大部分的吼，今日大家做这个正健康的身体，吼，正用正身心来参加这个班的继续跟进。啊，咱身边我感觉这个国心中同时拢做对外，是我做。感觉这国心中这种的种名，国事，但是其实这个讲国事不是，也毋过煞因有煞事煞影响，真风气啦吼，真风气。所以讲结婚的就是到最后，咱大家为着这生死之命，有着煞事的人，有着的人，有着生命只奋斗，规个国家、世界可能人拢为着这煞事，命啊种种种类一切拢影响着。但是性在甲你讲这物件，咱上好调咧实际上，调咧现实界内底甲讲得出来，无啥相共，而且淡淡不死。偏偏咱人生呢，毋是讲为着讲杀出死过来的，其实人生不管是着特别安尼说，不管是着特别安尼死，是警察讲出讲也袂轮着咱，或者是讲也袂轮着咱厝的人，安尼。其实大家来到世间呢，所需要的。生咱已经过，但是死也了解，但是性命来讲一种来讲国事，大家开始来讲国事。那么其实内底一种呢，咱大家可能讲真心的体会，事实上讲一种无好讲，也无好体会。安怎讲呢？伫这国心中内底，因为国心不属是天地天地之天经。到这天地因来，伊无讲，单讲边缘。那么，咱看到的人、万物、一切人事物，拢是天地因以下来。就讲对天地的因缘有缘，简单讲来讲，性命第二种来讲，有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末。就讲有末了出来，咱这做，咱这影是对末来啥？以咱这个周期，包括对咱这个经济，包括咱过去所谓，当然过去个人所谓起来经济到什么看法，就无人知啦。但是呢，以咱这周期，咱通常所谓咱自己的讲，有时实际上讲，咱用着性命的原理，用着性命的意境，用着性命的文理，伫遐咧做一个游戏。实际上，咱的影，咱的精神，咱的意也无表现。要无条件，咱伫天地因以下，其实咱对天地了解，原来是只是一个虚妄，了解足少。伫宇宙的当中，莫讲到讲宇宙当中，天地当中人事物，咱所了解就足少啦。为什么足少？因为咱拢用咱的理解，用咱的业识去咧看代志。所以咧看物件是拢客观，所以对讲可能是。可能有可能的看法，可能有可能的观点。那么因为可能的观点出来了后，看法不同，所以才产生整个世间、人世间内底这个事件。那么伫这种拢属于讲的是天地，因伫天地的进行物件。因为国神如何天定到天地因，那安尼由此可见，伫这种伊所讲的物件就是讲理论，形而上。咱知影甲讲形而上，天地上有之道嘛，天地下有之义。咱想会到的，咱较熟悉的，所以讲较熟悉的讲，咱看较有上较有听较无是因，咱较有接触的看较上较有甲听较有，咱较无接触到就真困难。有时咱无接触到，甚至含人讲，咱嘛无会听。咱这个物质的世界在动。电子物件、医学物件、医学常识、电子的这款科技，咱若毋是参加伫内底，毋是讲有用心伫内底，人咧讲啥咱听听。咱会讲到讲，形而上即款的，咱完全看袂着、闻袂着、听袂着的物件。那么安尼这个物件要安怎？这个物件纯粹是顺着咱真正咱伫修学的过程当中，
透过诸佛菩萨圣灵先佛因会开示，以后咱经由如法如理对实修，如理实修，咱才有可能行开动。真正照咱做，才有可能慢慢后天去体会到伊内底的意义。咱体会就只是咱的意会到，嘛无代表咱一定心一定拢要。啊，你讲无代表咱的心拢一定会坏，不代表。代表咱的意，咱知影咱体会到一回事，达到咱的身心拢调咱的心，迄个意中完全清净，完全是共做代志。为什么原因下？代表讲，咱伫这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无如理，无如法。咱定的个，有可能我有咧听道理，有咧听法，我有咧学真理，我有咧研究。有咧研究道理，我有咧研究真理，我有咧研究这个叫做法律支持来，但是无如理，无如法。咱比如一个问题，比如啦，研究主内底就讲啦吼，入手咧教人的土地无，即个佫一个做好行伊的，伊咧教人的师啊，迄两个师啊内底资质拢相共，资质拢相共，一个咧就是老师咧教伊足认真读的，毋是讲足认真，足认真学的。一个呢，就是讲咱若行过就包括你对咧老爸就看伊，3个月了后，这两个学生他都会较出色。咱台湾人讲，这个认真学的人，这个较出色；认真学的人，这一定就较好，就较棒。这读书伊也叫如理如法，就是有踏实伊内底。那么你看上好转来，伫民世咱内底讲，两个学生啊，佮另外一个比如，两个学生啊去学校读册，一个做认真读，一个看书，对一个较忙。无一定啦，因为生活前提咱无讲自一小人，那自一小人当然这个较认真，较会读啦。前提咱无讲自一小人，迄个足好读，迄个足巧的人，伊看书就考出来，拢到最后一包。迄个自一较无遐聪明，迄个足认真，较会考出来，拢60分、70分。生活这内底佫有开始有自信。师傅讲两个自信若拢相共的，当然就是这个认真读的人。这必然的物件，因为伊有跳跃的点。咱细小人都一个比喻啦，不是讲比喻，咱都带来做一个比喻。一个赚足侪钱的，讲伊一个月赚10万，一个月赚3万，按这两个差不多就是。无一定啦，有时无一定，这个赚10万，一个月开10万是你吼，这个赚3万，一个月开1万，存2万，按存较侪钱是这个赚3万，存较侪钱。但是咱若前提讲，这个赚10万的，交这个赚3万的。两个开价拢平济，安心两存较济。当然嘛，这赚10万存较济，这也是理。你讲是毋是这道理了解了，咱有接这个理要行。咱就讲我知影这个理，我知影，但是偏偏咱所做出来交这个理无相共。这个法是安，我嘛知影，但是偏偏咱所做出来交这个法无相共。若无相共，自然而然时间在过。即款现象界内底，伫真理的法界内底是足真实的。咱来讲，咱细小讲是足现实的。实际有如理有如法，伊就是无踏实，就是愈来愈现实。无如理无如法，就是学生因为上校读册，伊无认真读，到大年比较难。人个考试考好，咱个考试考上，好，咱个顺利来，就一定安尼。咱修行嘛是要讲，那么圣贤伫即种内底讲到这国心不属，伊这完全是种形而上的意境。伫天地经以下来，天地经就讲对天地以乱伊无讲的，纯粹是讲伫天地以前。但是，咱看咱咧讲啥？其实圣贤的道，虽然是讲伫天地以前是咧讲迄个真正的真正真理，毋过迄个真理一定伫来伫咱的强干，一定交咱这个因，这个宇宙合做伙来，因为伊怎啊变混起来，咱看的就是形象，咱看的就是物质，咱看的就是一切现象界，但是迄个看的叫做分离来底。那么圣贤今仔日到这个所在，甲这个现象界，这个伊无答，无讲，纯粹怎啊把迄个真正、迄个真实、迄个上真实的给揪出来过来，揪出来互咱了解。毋过偏偏这个查咱的。就讲查咱所了解，咱所通过查解。所以查解有了后，变成讲咱其实种的，毋是咱国学讲，咱国学话讲，你讲这个是相当不难讲。你
大家有一个体会，有一个感受，就继续讲咱或者是用啦，咱大家真正静心落来，是慢慢大家来甲做一个探讨啦。来，咱来个谈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真係都是做嘅解釋啦。咁我見到因我哋面做嘅經咧吼，伊內底有一段嘅這個過程，真翻神啦！伊內底安怎講嘅話，會慢慢寫國家強基型，因為道嘅本體是真空。头咧用學法會用法，伊直接都講出來，就簡單啲啦。性嘅說法千變萬化，伊只要用嘅叫迄個意見差異嘅，伊就差異，伊就變出來比喻嘅。啊，所以咱知影，所以講國嚟講嘛，或者咱大陸市場咧談氣懷國，即個國是內底是空走唔到，伊是強嘅，所以伊才強基型嘅。講照迄個型，要互咱去體會內底迄個型。伊是要招的物件，那像我比如讲，過年為什麼食營養飯？為什麼要團圓？啊，為什麼人老尾就來做紅菇，來做啥物一大堆？哦，啊，第二春就愛規定打連門壁，啊，規定團打連樂頭，春對天降，啊，我對天樂頭，對天降無啊，其實咁打伊都無風啊，不見得啦。毋過遐做代表咱人是咧愛較正少迄個形象來比喻。伊個話做米缸內底甲打成啥？哇，魚片就對啦，安尼算金魚食，算袂了個魚片嚟啊！打成個當今仔三海魚我嚟，米缸就魚片嘛。但是迄代表咱人嘅意，代表叫做意。咱人嘅心意是安尼，咱個聖人咧意安怎？聖人，聖人有個意，啊，聖人嘅意就是啥意？聖人嘅意就是。聖人見道，聖人見性，聖人的義就是道義，就是性的義。所以咱講，地獄國講緊講無性義，啊，事實就是去顯示的。那麼聖人來到這種當中，你把這個不生不死、這個完全袂死、這上真實的這個物件，你顯露出來。伊講你用世間，咱真正有談過，世間的文字是缺陷的，人間的文字啊，一定是缺陷的。不管是都有不足，因為文字咧甲咱人心中的意表露出來，是什麼意思？何況講要甲天地真正生發天地嘅真實上嘅意表露出來，所以而家用國，啊國伊就是強基型，照個形象咧談起來嘅迄個喜嘅比，啊因為真話你睇道嘅本體是真空即性，真空即性，這咱是修的過程當中。有啦，即個你講較聽過，即個看做經文內底講嘅解說我嘛有看，但是實際上真正咧真空一條嘅意境，是咱嘅生活中，咱也含有較重要。所以講較直接講，咱也多少佇生活生存嘅生活嘅過程當中，咱多少有個片段，多少有個時刻是真正達到真空一條嘅真實，大多數咱嘅時陣，咱嘅心是咱嘅意願。意象是大多數，啊，所以大多數嚟講，咱像一個人作動嘅時陣，伊根本無可能靜心落去觀察這個四周嘅事物。但是等下一個人靜心落四周嘅事物，毋甲伊就較明顯，但是我咧當時較無賣嘅，事實上毋是伊無時間，咱動嘅時陣，所謂真空即即即見道理啊，事實毋是，較實自然自身來嘅，毋過咱偏偏。因為咱的心意象，我好心好事也兩千，咱一年不會前8歲年我對講，把這個真正的境所謂，啊所謂聖人咧講這個義，咧講這個真正，咱自身這真功夫一切主宰，咱起來講，當時真正安尼嘛，所以聖人就是比喻人，比喻是咧，互咱知影講大觀，咱人真正是真實。
这个温气，伊是真空是真真。那么如来这个神就是我人妙义用，伊迄解说伊用，为什么原因下用神，用这个神咱讲，咱世间人讲啊，你哦，不搞是用神呢，但你就知，因为神用妙化无用，哦，伊用来这个答这个神，哦，鬼神之别，迄个神就讲妙化无用，但你不管看就化无边，哦，不把神通无边，啊，是用来答这个神。所以这个妙义用，就是讲道的功用。啊，因为道的功是嘛是天妙莫测的，天妙莫测。你平常可能在接触，现在呢，咱甲思考看卖啊，一句话讲大无为，万无为。讲风精密就怕完全被中意，而且咱讲不是不是，行势困难，我认为讲。细菌，咱人身躯细菌大家知影，菌有好菌有歹菌，吼，一名话讲做细胞，细胞啦，咱人细胞组织。讲听咧讲，细菌若像哪边较尼大，后进下杀出来都变为迄地方，伊有看做细菌，迄看啥？病毒。迄听伊也伊遐咧讲，毋知有影，咱听咱是无去研究啦。伊讲细菌若像一个篮球场啦吼，啊若迄病毒我是只篮球啦，啊所以过去发现病毒发现着因险而行无够歹势，啊即已经科技伊较进步，已经看到啥个病毒，啊病毒咱若想病毒咱现在讲对即个手术大家可能拢不了解，伊我都包括讲，吼。伊讲听咧讲啦吼，若是正常的适当的温度内底，伊可能到7班啦，无物件吼伊有。啊，若是皮肤内底，若伫咱人的身躯内底，伊个活会生啊，会生炭吼，就是因为入去了，啊，怎开始会生炭，生到到一个时，咱人体控袂了，叫被它干掉是安尼。啊，其实这菌伊是活的死的，你讲代表伊有生命，啊，为生命甲互咱目睭，互咱爱用险物件去甲水啥水着。迄个物件过来拍开，袂正是会着啦。啊，即个我做医学有当咧答这问题。人咧甲问讲，啊，咱先发现到安尼讲，啊，有可能以后佫较进步，或者佫是发现佫较仔细，下一款微生物啦，你有情况可能。因为咱无了解太济，我们不知道就这，咱无了解的物件是在做太济。所以伫这过程当中，咱较想。道迄妙用，咱人有道，一切山河大地上，逐项拢有道。含迄个啥人生本，伊必然是坏，伊会活来死啦。叫咱人小人生死，就了无个扫死，就安怎讲吼？大概好死，伊原来生死。啊，必然往生死，其实伊嘛是。啊，所以道迄个功用，咱甲想看下，毋是咱人才有道理来变啊，其实所一切万物内底都是。迄个伊的功用天妙莫测，那伊一句配合一句咧，我嘛真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我咱从这头壳安怎想到头壳夹起来，这个咱就想着讲，真正对到迄真正迄功用伊的运作清楚一切，咱真正安怎想着讲，看会到啦，咱想袂讲啊，迄款看袂到啦，囡仔伊发出来左床去了。开始咧大，大过程是安怎大？医生是怎讲？点点看，一礼拜、2礼拜、3礼拜，但这到底是安怎是？安怎细胞还是安怎分化？安怎去成立？做到有脑、有心脏、有肠、有三有筋，拢安完全做到讲无疑不及。10个月才生出来，是一个人，迄是安怎去调整出？安怎去调整出来？拢一句话甲讲下，天生培养出来。但是迄个过程，迄个功用的过程。咱像你去一间厝，咱知影，对地基乌落啊，地基乌落车中用落啊，若你去大楼就是点啊个地是乌落啊，整一安尼开始入摊，了摊一间大楼，迄个过程咱拢知影，你安怎做咱人知影，但是道迄个运作迄个过程，迄个功能，咱知影。你想要了解嘛困难，咱只看做天脑，所以遐是国神。啊，我伫这两个国神内底，才讲起来，才讲。伊是会死，你刚才讲了，道伊是会死，毋只是句话，国
这是讲伊讲伊的空，神是咧讲伊的意。所以伫道内底，你讲咱听来讲，道到底是空呢？正经，或者是有正经其实，伊是空，是有，是有，是空。所以圣经内底就来讲啊，圣经一起头就讲啊，色空不异，色不异，空不异，色就是空就是色。简单讲来讲，真明了来讲，伫宇宙的当中内底，空调有白做，空调有白做，是讲有是有空，伊内底做主宰。所以咱内底来讲，有人来讲嘛吼，道体妙行以空界。道体妙行以空界，发心温强贪。伊这两句话讲啊，这句就是咱大家这句就是道体来的。安怎讲？虽然咱讲不是不是，这是咧谈伊行与上伫天地间的进行，但是圣灵伊说法，也是上边讲圣灵说法是啥说法？是正经说法，伊毋是为天地说法，而是为圣灵说法。什么不为说法？不只是为众生说法。啊，既然咱是为众生说法，虽然伊咧讲这个国神这个物件，不神不属这个物件，虽然是咧讲比本源，但是事实上是咧爱讲的，讲比咱人的修复，讲比咱自身有这个本体，不要互咱去对自身这个本体去甲侵略，去去甲批判，去甲辩解。哦，所以这个。他摆这些不同，基于追求见识，所有一切宗旨应该哪是到建构自身的本体。所以道妙行空界，而且空界内底，因为这刚好就大家就谈不同人对啊。因为一切有，若无空，这个有法度见，这不真实。我是安讲，这个倒来若要去查而且这个所在若无空，这个倒来法度见。这足真实，一切有就是一定要伫空中来建立。啊，虽然咱用的是用的有，咱看有只是看到无是以为利，有是有是以为用，咱用的是用的有，但是实际上真正迄个利是对，所以有是要显，有一切就是空内底显示，所以道体妙行以空界，所以一切空界空有空是有一切在这里。那么咱人的发心，讲发心当然讲咱真心啊，正稳强、稳上、稳伫上中内底，讲含开，先就是咧开中内底。当然，现在就是大家来讲，这个国是不是事实上，简单讲，伫天地、伫天讲，伫宇宙内本源讲到，伫咱人自身当然嘛，都在发展。我当然讲自身之后，啊，就自身。消化过来咧，就是讲，明仔要搞这个事，要建这个事，啊，成到底是安怎？这是透过咱这些习惯过程当中，大家个人去用心去体会。所以像讲就不会讲有形即是法，无形即是道。有形的物件，为什么讲依法？咱这个叫做先生讲，一切有为法，无无法好。加这个法就代表讲依端讲。虽然是端讲，但因为伊端讲，咱才讲讲了给，因为伊我都应因为伊对。但是咱的生命是讲，国神是不属的，如果咱的生命是生死的，啊，所以咱的生命有生死，是咱人的身躯生死，
加叫，咱这个身份证我做换气啊，做换气是一个假，但是倒呢，倒伊就是有的，伊永远不变。无论安怎变言，无论安怎岁月安怎回顾着安怎变迁，伊不会变化起来。所以，你在主持这样是因为讲不兴不变不过，不兴不兴不变。你包括中国来这样讲，一切伊就是完都无存在，财神不进，财官不变。无论你落到你看到，为落到地甲道，为落到河龟道，道落到福星道，伊的主持也不是安，也不是完无变迁。我无变迁，它为了对面伊就变化，只是安尼。所以，咱这个有形的物件是法，刀伊就是无形。那安尼讲来到来讲，刀伊无形，但是正照物来显示，刀确实无形，但是照物正照宇宙的显象来显内底，正显内底。因为若无安尼，这个内底这个理显不袂出来。真吼，无安尼内底理显袂出来，但是偏偏这个地方分掉，咱伫这看开当，咱伫这过程当中，咱拢叫做幻象。就讲叫这个假景忘白，所以才讲圣人伊就是为圣者为圣之代替，圣人较厉害。所以讲，我这咱做人圣人，就是我所去了解，所以我所了解神的概念。但是咱传咱所了解，我必须到伊来分传。所以圣人所学的，叫咱所学的相同。咱所学的，过这个幻境、幻体，会为着生命，为着咱的生命、生死烦恼，为着咱的生存咧奋斗，为着主人咧为情，为着兄弟咧奔波，为着一切咧斗动，就是生活，咱就是讲看得见。咱为着所追求，但是圣人伊所追求的所追求，伊在世间伊是看咱有办法来理解，真清楚伊是知影。所以是知影了后，圣是圣者为圣之代替，观者正为名之本法。所以圣人伊正我照这个法，照这个命来显伊的事，偏偏伫世间走一寡，伊法度成。咱来世间走一寡，咱了就是做这个。差喺多差伫咱无照这个元气令咱的心，安尼讲，咱无照咱这个身躯气开始去追求咱真正这个真实，不是这个病。所以讲到这来讲啊，做个参考啦。这个国是这个物件，这个不死的真心，啊，你讲咱真正这个真心这个发生，圣人智者有智慧的人伊了解。来，虽然大家拢同负，但是圣智者伊看的是说伊有些物件真可惜。这样是为讲讲，人家讲圣人，人家讲君主啦。君主的人，伊是烦恼无多呢，无咧烦恼啥。有甚物嘅意见会安？虽然我讲做第路项，但是伊嘛叫做所在其中。圣人透我才到这一点，因为伊只是看得到，身躯的物件伊无啥，伊无解决。
烦恼无共，有只伊就讲，无较无智慧的人伊咧看，就相共，伊对这国神不是看袂着、摸袂着、体会袂着，所以伊就偏题，无介重要。手话哥呢来对来讲呢，有手话好，无手话好，有理有听也好，有理有好，无理有好，啊都有钱还较要紧，啊有物件较要紧，啊人吃较要紧，这物件对修学的一条路，真修真练这条路伊较无重视，较无重视了，当然对目前这个经验、这正这个物件，就置之不理，无了无紧，啊无了无紧到尾啊，当然真修的修。真正人圣人，一个智者伊有用心自然，咱到尾话都了解实事，这自然法不是啊。但是咱要按怎做，你看才咱好。所以你两个人，人都有钱。咱这个辛苦会生会死，这大家拢知影。但是人生甲国神这两个是拢是要给咱辛苦，但是国神是本，辛苦是欠，差安尼。啊，你人生有生死无？大家人有生有死，有生便有死，生死就是有看做现象界的一个现实面。成就来讲，生老病死这是一个现实面。啊，现实面，人辛苦有生死，圣人呢，一个智慧的人，伊对这辛苦伊有中意。其实一个智者伊嘛是照顾着这个辛苦，老师正讲无爱舒心无爱舒心，伊嘛都爱这个辛苦，但伊爱这个辛苦，伊会安怎样？伫生活的过程当中，伊渐渐。啊，像咱这么出这国话核心，这个分解核心啦。希望说，是咱是讲踏实的。希望说，咱是真正有如理有如法的修，有渐渐兢兢的主持家己的法事。唔管人看会着，唔管同事看会着，唔管看无着，唔管咱是伫什么所在，伫什么空间，伫什么时间内底，咱是拢有法度真正家己发起这个心念的。这希望说，这真心不的。而且伊对这个辛苦，因为是人生生死，人生有生死，生死就是有时间的限度，有时间的限制。好像人家讲时不离，水不离光。40岁过、50岁过，开始就讲安怎目来开始看目镜，头毛开始变啊，水开始咧硬。搁再来，水法度水法度人生这世间关键的事，关键因为伊关键，所以好。因为伊关键，所以把咱尊重，把咱珍惜。地下的伊看清楚，伊自然伊有见识。但是一家伊是正经主持同伊父亲来的，但是小讲伊辛苦，伊嘛是讲会去。人生生死一个地下，对辛苦来讲，伊安怎随缘而去。随缘出路，因为过去条咱无相同，咱个大家咧走动嘛，咧拍拼，但是伊只是随缘。如果伊用伫修学过来咧，伫即个辛苦的主持，伊是真来重要点。哦，咱即咱看下，伫平平咧都市，平平咧都市的过程来讲，过去的一款圣言，咱看会到，咱伫经文上看会到，还是讲伫书籍上看会到，这咱看会出来。因虽然无去，因袂像咱安尼作面换，嘛袂像咱安尼讲按时间，念头倒出来拢是世俗的看。作对，虽然无去，但是咱大个快乐。伊就对辛苦伊会中的中啊，怎样？怎样啊？当然，对这个辛苦，因心里就会做注重，伊会看见这个辛苦啦，伊做注重，啊注重会安怎？心爱家，为着要爱这个辛苦，啊为着爱家庭，为着爱一切拢规划这个辛苦。显露出来了后，所以为着这要爱这个辛苦，付出多少？付出多少？每家己咧做，每家己咧做，啊，变到尾啊，要过来，每4期至少要3万。啊，
是啥？所以其实将来底，其实咱们互较感想，爱甲体会啦。当然，这是咱性别的意境到底咱讲啥，迄个情义是咱讲啥，咱不得而知啦。不过，而且司法过程当中，咱无法感受。性别感受的这个不死的这个情景，交咱这个生死的这个现实甲对比起来，可能就咧甲你讲，对是咱爱。咱应该是爱去下功夫去，是不是？下伫什么节目的内底？咱啲钱咧花在刀口上，咱的生命、咱的时间、咱的精神是到底真正大部去放对啦。这个东西还是特别的哦，非常特别。这咱课程咧讲过咱的课程，要不然拢提到空头对话，所以空头对话就是讲咱的时间、精神、生命，咱都用以真正对咱有真正有意义的结果来讲，种种代志，种种代志，所以讲大家说呀，虽然人生是要过程不是不平，叫做不是不平啊，人家好像有各种为当中永远轮回不息。世界上我想讲，然后一份看讲地，看到为了地较上艰苦，小主看讲为了地较无艰苦，小主讲啥会较艰苦？我拢基础生死轮回，永远伫遐轮回较艰苦。因为这轮回有可能就地较平平哦，准做讲去地较一期，地较受过了，我再来，但若真正会见证会修行，会基础轮回，会地较无生艰苦。永远袂晓想要基础生死，这生死了后，基础轮回就慢慢下来。有影？咱这些科学内底咱在讲讲啊，伊讲死为产，这个人啊，你现在大家嘛，看嘛，无咱嘛要较差，大家嘛是安。不过，安尼不会去，但是这个中华这边特别为啥？安尼来到世间中，当真正地下因咧用心，真正地下因咧下功夫，到底是安怎？因咧看做个手术，要手术，但是安怎咧？时间、精神、生命到底是去看对啦？小人囡嘛是食饭，小人囡嘛是过日，咱嘛是要食饭，小人过日，但是过中过心为心意为做这样，还有为心是他为心，关键就是对，关键就是用主心意体会讲信因。诸佛菩萨因来到世间，我人咧行过去，就是讲伊身躯所将找着上重要迄样物件，上真实迄样物件，因真正找着，因真正知影，大家讲，咱不会安尼，这是上好这个。所以有这个不行不是这个所以大家想法咱们真是啦吼，咱们是到这啦，来太上啦，因为咧谈这物件，或者谈到行，真拍进吼。个性都不这样，所以这前年经呢吼，真丰富啦吼，这个是某个更加丰富啦。关心是上关不平，若不随声色动念，不着相貌相待诸。我一部分用这个性不是对。因意这个嘛是相同，有些人讲相同，关心是上关不着的，就看咱人的身躯。看咱人身躯迄个是上了不是相同。了不起啊！伊咱要看着咱人关心的事项，其实咱看唔到啦。就讲咱看袂到，咱所看着只是看着这，结果是讲我心看到我的心，也看到我的心了心，对心对人的心理、对人人生的变化有效的了解，对身躯这款欲望，咱清一清二楚。你爱啥货，你有身躯就开始有思辨。伊若说是就开始有心，爱啥号的，爱维稳号的，爱啥货就搞。
内底有事，有事就肯定有什么应变。所以有身躯，咱知影身躯需要啥物事？咱心，咱对身体有效应，但是对身躯内底真正咧实相，咱无法度甲习惯。结果看到你要无怎看？是前面咱讲，要看身躯是上要看关心是上要关注，要不拢相同。要安怎做？不随声色动念，不着相貌相改，伊讲自然无事啦，自然无事体。自然无事，咱这有代志做，咱这有代志做，为什么有代志做？咱要讲生死，咱的生死无了，所以生死无了，代志做。人讲人讲人食死啦，但是有咱做袂出来啦，但是性命来讲，真正说讲，或者讲这个无所谓，大家的生死无了，无生死，无生死。所以这一年内底伊安尼来讲，你只讲来讲了，咱变成咱伫个国神内底，咱爱记了讲，咱要如何真正把这观念放进，甲化作英语。那像这种小人，伊来到世间看生活平时啊，这叫人意外。伊要是一个英文英语变个字母，就是英语。咱小人生命观念，但是国是英语。要如何真正照这生命这观念真正甲化作英语？咱会知就是咧电视台，比如讲电视台啦，讲看到电视台是电视台是英语，但是伫电视机内底节目迄是观念。关键的啦，迄关键是片段，就是这样话就是，就是这样话就是，但是电视台英文是。咱要如何把这片段一做伙了后，经过这片段怎啊甲一做英雄？对无？经这片段行过，伊原来是人是英雄内底的，当然是爱，当然就是爱，不输。所以一句话讲。用心来到世间是有人花啦，若菩萨因来，不因来，也是应缘道中下。应缘道中下，就代表来到这世体，世俗本来讲一句话讲，伊来到世间是咧创啊，是咧游戏无间。伊世间内底游戏三昧，有说来讲一游三昧，叫一上三昧。而恁内底，而今内底是一个过程，一千年后，倒倒去了，回到伊分完。但是咱变成咱看大些过程当中看，流浪生死怎啊变为生死分段生死，怎啊因为这生死当中，因为生死海内底，就是咱拢因为做关系。所以这世人，看到经历就不知因的事，前世是安怎咱唔知，这世安怎后世叫安怎咱唔知。听咧讲世尊吼，要思考的，因咧看，听咧讲老后的，讲前安咧看，因咧看到会。以后偌久，哎，讲看讲看到以后久，我后尾讲要写，我这我关心着。人家讲伊咧传武力，那就是关系才有做得到。今晚其实是一个英语底下，讲完全都无变化，无变，因为伊清做迄个英语的过程。但是咱就是这是换落来的，今仔日我做一个比喻啦，咱对细汉到大，一日才是关键。关键一世人才都英语，咱对细汉囡仔出世到老，咱定咱拢清楚，当然我物件有问题啦，都会忘掉，但是心里咱真清楚，安怎行过，真清楚，这是有的人一日过了，咱总是讲，今日过了，无哪知，唔知安怎，无哪知过了后面唔知安怎，这片段完全失去伊的，完全无清楚，所以。咱已经探讨过真高真景，真正这真是上要袂保落去世间时内底不生不死，是咱自身咱变到去大好。所以这样是安尼讲啦吼，伊讲看这个。每年是这种外地，内底伊做的是因为种是以
伊的福建迄种东西，但是咱袂不行一行，因为咱向外去走出，来到世间，咱完完全全把这个服务重要对，卖面向外去，向外去的时候，唔知人用最清楚，唔知人用对的，国是较是咱最清楚外口，不是的真经，较是咱最清楚外口，这点咱大家爱创的好，心里在感开始，咱大家给的话是体会啦，大概从这点吧，好，咱做到这样。那么如果一个结束了，或许不需要去语言。这个语言比咱真少看到啦吼，真少看到。那么但是而且咱是讲讲这个语言解说，叫做你嘛是属于就是咱阿妈说音啊，是报的意思啦，我爸说报的意思。啊，而且这个用这个音，伊无用报啊，无用音嘛，无用词，伊用有关啊，意境。但是咱先在谈这个，伊有词音，无伊干的方面是。伊个方向就是运用，要心用。咱来讲会生活一次，伊用运用用心用。啊，咱来了解，阴用、粗用，还是讲加报就是讲加个了解来讲做有报啦吼。有这个阴用对待，这是天地以后的代志。哦，咱说咱语经内底谈话，对阴对用这样子。应用，这两个合作会这样做。哪一个讲，当然讲讲科内底有音，科内底有嘅，唔是音这样做科，唔是用啊做科。有音有用这样做科，既然你只讲用变，变就是有意思。应用是天地以后的正音，这个如果伊遮就讲到天地音，伊是天地的境界。所以只因基本就是照咱因世间的文字表露出来，而且用这个语言来形容，所以叫做天，你来放一点话。那讲啊，这也是无意思，啊，是无意思啦。就是伊的方式啊，运用条形，咱像咱讲大地，伊有运用物件，伊会形容物件。老母嘛相共，大地伊方向叫做土壤，老母伊会形容主母，伊的方向叫做。运用注入给囡仔，囡仔要生个就是内底。可看做科海，科水就对了。科海伊会运用，伊会生育，我哋做因为咱讲有水必有鱼嘛，迄种奇怪来，哦，有水就伊内底就是因，科海就是。这物件，伊当咧讲百大地诸母，以前内底这种事情，都属于运用的事。不过道，伊来讲不行不顺，即讲真道来到遮伊形成一个转对讲开始伊的运用去切。形容词，会形运用去切形容词，讲道伊的生活去切，但是伊用天平，怎注意用这个天平，伊的重点都唔会还是要做困难啦，困难啦。为什么讲天平讲比较困难啦？对，在这个咱所看唔到啦吼，这个道家以后，怎注有啊以后的道家，这个用处用伊来底有来讲。私底有心中一片。心中一条无心中，安尼讲起来讲，咱进把这个天官，咱进去看这天官，其实早期，迄伫咱这看到做先人道内底个，其实早期天官嘅早期嘅情况，是到尾啊，来甲我写是天官，用一个描述甲概括，甲迄描述概括，事实上伊早期。这个天平是讲咱人生的，当然咧讲，
条恶苗，对啊，一条恶苗，哦，即伫即个道家内底，其实是记载。啊，伊会安尼讲咧，伊会安尼讲，天官即个名词，伊早看做天命，老子伊而且画风易转，不是画风易转，就是天命。伫宇宙的当中，伊是要讲伊的开始道的生活一切，但是若讲伫咱人的身躯内，就是讲咱一切不是真正的真主宰。伊天命内底，毋只安尼讲虚无之国。虚无之国，心体之因，不可由之于他。哦，虚无之国，心体之因，这是讲的方式。不可由之于他，伊这个法，是咱自身内底的。啊，既然咱讲起来，啊，千变万化，像是讲天官，啊，偏偏自身内底讲伊的运用，这个法有当的自身安尼讲是安怎讲法？安尼讲是讲，真正要透过真修学道。要真知真解，就是一定爱去见到去除这个问题。啊，包括咱这个诗歌吼，它才富有踏天有阳德。为什么无救做就化成诗歌？就讲这个天官一条，咱若无先吹的，咱无法度去诗歌。要做奇怪哦，那讲你无点做可以，要做奇怪。真正有一点了后，互你咧听调无是点，互你咧听。差别到底差别个这方面大家知道。不过偏偏就是属于这样，有听道理，我讲有听到道了，要听道理，交无听到道了，听无听到再听道理，就是叫做经完。啊，迄个经完，当然咱是讲手指，伊迄经完伊都无，伊自然无法度开花结果，伊做自然。但是有经完，伊就有法度开花结果，这真是个物件。所以，伫道内底，即条道家讲即条啊，做天命，即个天命，伊才有啥讲？过去修学伫九转经单内底有安讲啦吼，即个玉衣彩腰吼，得腰啊，进会、分会、分会啊，开始习惯做目标，所以拢从九转经单内底，伊才讲，伊是要玉衣爱一个所在。要采药嘛，一个所在；要得药嘛，一个所在。单靠真正要毒药、要结单，拢伫一个所在，拢伫这个内底。啊，因此可见讲，拿咧这个天命伊的重要来讲，咱真正修学到对这点真正有重要。一切诸法回归到咱到本法这个底下。国心不是这身体之虚无之国，身体之因真正为了。所以，包括是你这样可以播种内底，像有咱播种这样讲啦吼，这播种是真条较舒服的。天地之曰，宇宙之间，终有一个必然之善。啊，有安尼看，咱咧讲咱的天官，讲这个天官就是有影山，咱咧解说三宝讲有影山是山景嘛吼，伊家己，有人讲风水，有人讲是宝地，有人讲是街头，拢是风水。啊，你讲这个看，要有对
天地资源有尤其咱中咱有一个宝，当然这个宝，咱唔知讲啥啊，但是必在行商。这个行商要讲是有形有应之商大赛，甲讲是行商为甲解释看改比喻、附带、模糊嘅实性中大赛。比喻个伊后壁再讲灵物看做。心不灵巧，为外空灵，直播难易，机意显现，奇异显现，直播难辨，找袂到，但是意义显现，伊个意是玄妙的现，咱像比方说讲天机显现啊，即个报比以前内底，伫世界观内底，它确实大家都每一人都。但是地就是讲稳重的无显出来，咱唔知影，唯有地下才会去吹啊，毋是地下吹，这种奇怪。所以咱讲修行呢，一世一世啊，吼，安尼转啊，吼，现在感受，咱现在讲大家坚持要拜，努力啊，而且舒克啦，咱一世会努力，咱一世坚持要拜，大家咱过去。这道理出来是安怎？大家拢过一时啦。咱今仔考试考了歹，代表咱过去伫考试的进程，咱无认真读册啦。简单讲道理就是安尼啦。咱即世坚持歹，咱若阁无下心，啊无热心，那安怎后世过来？佫较歹啦。哦，今仔日就无钱通开，只能话你咱进程，如讲今仔进程咱无认真看钱啊，哦，啊无认真出题，所以今仔日无钱开啦。真简单的道理啦。咱拢今仔拢大家坚持来种种做，但是偏偏咱拢把感情一时一时啦，时间大一时一时啦，从把放，把简单把算做无留的，无咧甲做。坚持是与世修来，咱无法度像做来讲，咱一稳定开悟，因为咱坚持只有是做来，咱无法度像但是咱来得心得世修来，要得心得世修来，而且当中咱爱好咩？修心绝对是好事，今仔就是稳重今仔幸福，稳重今仔幸福，咱到这边真正如何去伫阮内底去甲亲近，哦，他一句话讲，我看做什么？看做什么情节？性改行正。你如何才咱达到呢？咱伫这步路内底，咱真正真实，有卡巴是袂做的。要若有，咱可以听有知影，咱我都真实就是。所以讲讲，无形之性即不是幻化同心即发心，即凡心依不心。伊无形之性，伫这无形之性内底。咱的是咱不是，伊是教咱这是说换外公司就是发生，拢伫咱心，所以将这个破必在灵山，一定一切诸法的运用，要生发诸法，要运用出诸法，你说出来万法由对生，万法由诸所以讲，伊经由一个法界，有法度生出，伊经由一个菩提，有法度生出84000的。啊，是个点啊，咱讲就是经济，迄个经济就法度生理发挥。啊，今仔日咱之所以困难，咱个经济出来一点，差多少吼？所以有一句，起码都有是，你看下滑下到那个。